唉，平時做嘢咁忙，最開心咧就係唔使做嗰時候，去茶樓飲茶一盅兩件啦。哇！呢度咁多點心，我樣樣都想食喎，睇下食乜嘢好先。飲茶咧就真係香港人嘅至愛嚟嘅。不過群姐啊，你咩嘢都點，其實對唔對得住你自己個心㗎？嚇！乜食點心都要對得住自己個心嘅咩？我啊，人美心善，我做乜嘢都講良心㗎。群姐都汪講笑嘅咋，不過其實咧，今次佢都講得啱嘅，因為有陣時咧，我哋飲茶食啲乜咧，對個心都可以好大影響。尤其是對於一啲心血管疾病高風險嘅人士嚟講，就更加緊要。所以都需要知道有啲乜嘢飲茶可以食多啲，有啲乜嘢需要適可而止㗎。原來食點心都有咁多學問㗎！哎呀，我今日真係開心啦！請到兩位心臟科醫生嚟同我解釋點樣食得健康。好啦，我而家就開咗學下嘢先。嗱，其實講到飲茶咧，大家都有啲迷思。例如有人會話好多點心都係用豬油做嘅，全部都好唔健康。其實豬油咧係飽和脂肪含量比較高嘅油。喺高溫之下係唔容易氧化同埋變質，所以咧多數都會用喺油炸食物度嘅。但係食得多咧係會提升壞膽固醇嘅水平，影響心臟健康。不過而家其實好多茶樓咧都會用到唔同類型嘅食油嘅，當中包括植物性嘅油啦，含不飽和脂肪酸比較多，係比較健康嘅食油。咁當然，如果唔想食咁多油嘅話咧，就可以揀一啲非油炸嘅點心，咁樣都可以避免攝取過量嘅壞膽固醇㗎。唉，咁我又想問下你啦，醫生。我個朋友話咧，飲多啲茶咧就可以去啲油，同埋咧幫助消化咁話喎。其實咧呢個都好大嘅誤會嚟嘅喎，因為雖然飲茶可以幫助消滯去膩，但係因為都唔建議飲太濃或者飲太多，因為茶裏邊咧有茶多酚啦，同埋咖啡因，容易形成焦慮啊、心神不寧啊、緊張。尤其是一啲睡眠質素唔係咁好，又有高血壓嘅人士咧，就更加要小心。所以我哋都唔建議用嚟以茶代水或者大量攝取嘅。哦，聽你咁講，我以後去飲茶咧，我都要控制下飲茶嘅份量啦。飲茶想食得健康，其實可以好簡單，只要跟住我哋建議嘅先後次序進食，就可以好輕鬆咁控制到個卡路里同埋血糖㗎啦。通常我哋建議飲茶一開始嘅時候可以食啲菜打底先啦，譬如一坐低開完茶之後，可以叫碟白灼青菜食住先，之後再食一啲高蛋白質嘅食物，譬如蝦餃啊、牛肉球之類比較多鮮肉製成嘅點心，之後再食澱粉質或者甜品。咁就可以避免一次過攝取太多嘅碳水化合物，令到血糖突然間升得太高太快。而開始嘅時候食嗰啲蔬菜咧，亦都可以幫助增加個飽肚感。咁之後就唔會亂咁叫咁多肥膩嘅食物食㗎啦。係啊，仲有啊，點心嘅選擇都好緊要㗎。最好揀啲蒸餃呢一類清蒸嘅點心，咁相對會比較低熱量同埋低脂肪嘅。但係如果真係好想食炸雲吞啊、炸春卷啊、鳳爪啊、金錢肚呢啲經過油炸又多醬汁嘅點心嘅話咧，就最好同朋友開心 share， 一人食一件就好啦，千祈唔好自己成碟掃晒啊！咁甜品咧，嗱，我啊中意食蛋撻啊、流沙包啦。我個人咁甜，我好中意食甜嘢㗎。哇，群姐，其實你嘅笑容都夠晒甜啦，所以咧甜品就最好食少啲啦。尤其是係流沙包呢類高糖又高脂嘅嘢咧，就真係唔好食咁多啦。嗱，如果真係好想食嘅咧，或者可以試下減糖不甩啦，脂肪含量減咗一大截㗎。嗱，不過記住唔好食過量喎。啊，兩位醫生啊，我有啲嘢好唔明，乜嘢係急性冠心病咧？急性冠心病我哋又叫做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冠心病嘅病人，佢哋嘅冠狀動脈
供應血液俾心臟肌肉嘅血管咧有啲急性嘅情況。而冠心病嘅患者，通常佢哋冠狀動脈個血管裏邊咧都會積聚咗一啲膽固醇形成嘅斑塊，而呢啲斑塊係可以好唔穩定。一旦斑塊突然間破裂，就有機會形成血塊，形成局部嘅血栓塞。如果血栓塞嘅情況大到足以完全阻斷血流咧，心臟嘅肌肉就會因為缺氧而壞死，即係我哋叫做嘅急性心肌梗塞。而如果血栓塞嘅情況只係塞住部分嘅血管，血流雖然減少咗，但係未完全中斷嘅話咧，就會有機會造成突發性嘅胸痛啦，即係我哋講嘅不穩定性心絞痛。而急性冠心病情況有機會可以好嚴重，甚至有機會會致命㗎。啊，原來呢個病咁普遍㗎，咁乜嘢人係高危人士呢？嗱，其實全港每年因為急性冠心病而入院嘅人次咧，就維持喺3萬至到3萬5千人左右。死亡嘅人數平均每日為11個，為數都唔少㗎。患上冠心病嘅原因好多，例如有高膽固醇、高血壓、糖尿病呢啲三高嘅人咧，都係屬於高風險人士。壞膽固醇長期超標會導致斑塊積聚，造成血管閉塞。另外，不良嘅生活習慣，例如長期食高糖高鹽嘅食物啦，缺乏運動、吸煙呢啲都係罪魁禍首嚟㗎。如果屋企人有心臟病嘅家族史，患上冠心病嘅機會都會增加㗎。所以預防冠心病就可以喺平時嘅生活裏邊入手啦。譬如平時飲食嘅時候要3低1高，要控制個鹽分啦、糖分啦同埋膽固醇嘅吸入，食嗰啲高纖維嘅食物，譬如蔬菜啊或者全穀物咁樣。仲有要定期做身體檢查啦，睇下有冇血壓啊、血脂啊同埋血糖有冇超標。如果有三高嘅情況，就記得要按照醫生嘅指示好好控制。如果有家族史，就更加要及早做身體檢查㗎啦。原來冠心病咁易中招㗎！假如病發，我哋有咩症狀需要留意㗎？急性冠心病病發嘅時候咧，患者可能會飆冷汗啦、呼吸困難、胸口或者胃部覺得疼痛或者頭暈等等。一旦病發咧，有機會會喺短時間裏面病情急劇惡化而引起生命危險㗎。所以如果出現咗以上嘅症狀，就要即刻休息，保持冷靜，盡快去醫院求醫。如果咁唔好彩遇到患者已經進入咗昏迷嘅狀態咧，就千祈唔好隨便移動患者或者強行灌藥，應該立即叫救護車將患者送去醫院進行專業嘅治療。我有個朋友啊，突然之間呼吸唔順，個心口又揦住咁，飆晒冷汗，好恐怖啊！如果有呢咁嘅情況咧，就一定要即刻睇醫生，千祈唔好拖喎，因為治療急性冠心病可以話係一場時間嘅競賽嚟。如果可以盡早接受治療，就可以大大咁減低死亡率㗎啦。咁我又想問下啦，患有冠心病嘅康復者咧，個飲食係咪同平常人一樣嘅咧？其實對於冠心病嘅康復者嚟講，雖然佢哋情況穩定咗啦，但係其實都有機會復發嘅，所以一定要定時食藥啦。飲食上都要嚴格遵從醫生嘅建議，要有一個健康嘅飲食方法。如果真係好想飲茶嘅話，最好就好似我哋頭先建議咁講，盡量避免食一啲高鹽高油嘅食物，好似鳳爪啊、炸春卷啊、流沙包或者炸饅頭咁樣。食多一啲高纖維、高蛋白質嘅嘢，譬如蝦餃啊、菜苗餃啊、雜菜嗰啲，呢啲都可以幫助降低個壞膽固醇㗎。聽你咁講咧，我知道啦。食嘢咧就要分先後，有益嘅嘢就食多啲，其他嘅嘢就淺嘗咯。其實我都好中意飲茶㗎，咁但係記住食得健康，永遠都係第一位。冇錯，均衡飲食最重要。祝大家可以食得開心，心臟健康。我記得啦，以後飲食咧要開一個健康模式。記住啦，注意飲食，健康自然嚟。好，食啦，食啦。